陳孝永議員，多謝主席、司長、各位官員，大家好。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樣嘢咧，琴日咧就收到政府嘅一個公佈啦，關於嗰個薪酬評議會咧交咗個報告。嗰個報告入邊係咩內容咧？大家都拗晒頭，即係究竟入邊係點樣寫法？有咩數據？我哋係完全唔知嘅。全澳市民都好疑問。咁參考香港嗰度嚟講咧，香港嗰個薪酬評議會報告咧係會交俾立法會去審議嘅。咁入邊有咩數據咧？會係佢哋嘅本地生產嘅總值嘅增長啦，呢個生活費嘅變動啦，政府財政狀況，企業薪酬指標，公務員團體嘅要求同埋公務員嘅士氣呢幾點去平衡嘅，有晒數據交晒出嚟。咁希望咧睇下咪政府嚟講可以一陣間去因為呢個薪酬評議會司長嘅管轄嘅，所以睇一陣間可唔可以喺度解。咁薪酬評議會呢就按照我哋呢個制度嘅呢個設計呢，就報告唔會公開嘅。咁呢個係俾長官、俾特區政府去進行呢個分析評估，作為一個參考依據去作出有關嘅決定，就唔係即係公開嘅，好嗎？